来继续来看前总统马英九的涉密案，承办的法官唐月最后是甲判无罪确定。讲监察委员陈书明批评法官唐月判马英九无罪法律见解是破坏法律，要甲约来询问调查，这是引发着法界人士的大反弹。陈书明嘛因为安尼，透过总统府的秘书长陈菊向蔡总统来请示。蔡总统甲慰留，希望甲即届的任期做好了，但是嘛会尊重陈书明最后的决定。前总统马英九卸任了后，伊所牵涉的涉密案嘛开始调查，最后无罪。不过监察委员陈书明质疑法官见解无妥当，佮依据讲要约询诚信的法官同月，引起司法界不满。监察权适用于司法院的法官。陈书明强调讲，这是宪法赋予的职权。不过去年12月，法官协会嘛发起联署，对陈书明表达抗议。我老实讲，我是一个老好人啊，要利用我，然后来败部复活，或者来做一些选举的操作的话，那老实讲，这种人我绝对不会原谅。监察委员郭永成进前嘛表示讲，有加入马英九涉密案的协同调查，即嘛正是甲陈书明的请示有关系。总统府方面，蔡总统是表达慰留，嘛讲会使做到即届任期结束，不过嘛愿意尊重陈书明的决定。目前总统府也未收到监察院正式送来相关文件。